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4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5篇，弥迦书第7章第8节到20节，马可福音14章26节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承诺。在江湖上、社会上，时常会说君子无戏言，或者说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这句话也就是在讲说，如果说了一句话出去呢，就算有4只快马在拉的车子，也很难可以追回。这好像就是更适合用在现代，我们在面对社群媒体啊，无论是在脸书上啊、LINE 群组的对话啊，或是他的社群媒体的使用啊等等的。通常在意见表达之后就很难收回，所以我们都会劝勉说话要真诚，要小心，千万不要随意说话，否则会收不回来。说话诚恳是基督徒应有的特质，因为上帝就是信实的上帝，他不但不会乱说话，更是说一就不会说二。上帝承诺，上帝应许，上帝预言就必定会成就。上帝应许要解救他的子民，他说到就必定做到。弥迦书第7章第8节到20节这样说道：上帝拯救他的子民，我们的敌人不必幸灾乐祸。虽然我们跌倒了，我们还要站起来。现在我们在黑暗中，但上主要赐光明给我们。我们曾经得罪了上主，所以现在必须要忍受他的烈怒。但是最后他会替我们辩护，为我们伸冤。他会带我们进入光明，我们将亲自看到他的拯救。那时我们的敌人看见了，一定觉得羞耻。他们曾经问我们说，上主，你们的上帝在哪里呢？我们要亲眼看见他们被击败，像街道上的泥土被践踏。耶路撒冷人啊，重建城墙的时候到了。那时你们要扩张领土，你们的同胞要从各地方归回耶路撒冷。他们从东方的亚述，南方的埃及，幼发拉底河流域大海的那一边，山林的那一边赶回来。但是那些地方要变成荒野，因此那里的居民都是邪恶的。上帝怜悯他的子民，上主啊，求你牧养你自己所选的子民，他们孤独的居留在周围都是肥沃土地的旷野。求你让他们到巴山和基列去，求你像从前一样在丰饶的草原上牧养他们。上主啊，求你为我们显神迹，像从前你带我们出埃及的时候。虽然列国有强大的力量，但是他们看到你的大能力就惊吓蒙羞，掩耳捂口。他们会像蛇在地上爬，他们会惊慌地跑出城堡，在上主我们的上帝面前心惊胆跳。上主啊，没有其他的神能跟你相比。你赦免了劫后余生的子民，
你不长久怀怒，却以不变的爱待我们。你要再一次的以仁慈待我们。你要把我们的罪踩在脚下，抛入海底，正如你古时候应许过我们的祖先。你要对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代显示你的信实和你不变的爱。上帝是又信实又有怜悯，他预言要拯救，就必定赐下他的救恩。基督徒也应当学习上帝的特质，耶稣基督的本质。因为耶稣基督他也曾经说过，你们若说是就说是，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耶稣基督的学生彼得呢，他就是太容易冲动，因此时常就变成了言不由衷。如同今天的经文，马可福音14章26节到31节的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他预言自己的受难。这个时候彼得又发表了自己的论调，可能这个论调连他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说什么，因为他自己就是做不到。耶稣基督预言他将会在天亮之前不认识他，否认他。主耶稣基督说，他们唱了一首歌，就出来到橄榄山去。标题：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都要离弃我，因为圣经说，上帝要击杀牧人，羊群就分散了。但是我复活以后，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。彼得说，即使别人都离弃你，我也不会离弃你啊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，今夜在鸡叫2遍以前，你会3次的不认我。彼得用更坚决的口气说，即使我必须跟你同死，我也绝不会不认你。其他的门徒也都这样说。事实上，所有的学生都是说一样的话，但也事实上他们却都做不到。因为耶稣基督被捕受难的时候，彼得他真的3次否认耶稣基督。那其他的学生呢，要不是选择沉默，就是四处逃窜，无法如同他们所说的去面对事实。真的恳求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信实又诚恳的基督徒。诗篇95篇，颂赞之歌。来吧，我们来颂赞上主，来向拯救我们的保护者欢呼。我们要以感谢的心到他的面前，我们要向他欢唱颂赞之歌。因为上主是大能的上帝，是超越万神的大君王，他统辖万地，从最深的地穴到最高的山峰。他管理自己所造的海洋，他管理亲手所造的陆地。来吧，我们要匍匐敬拜他，来向他所创造我们的上主来跪拜。他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是他牧养的子民，是他带领的羊群。你们现在听他所说的话吧，不要顽固，要像当年在米利巴的祖先一样，不要像他们在旷野和玛撒时一样。虽然他们看见了我为他们所做的事，仍然在那里考验我，试探我40年之久。
我厌恶这些人，我说他们是多么不忠，他们不顺服我的命令，因此我要在愤怒之下发誓说，他们绝不能进入我本来要赐给他们安居的地方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言而有信，学习上帝诚信的本质，让我们以诚实的生命来见证我们是属主的。祷告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